由今日開始，一連7日啦，都會有固定嘅分享，每日一條獨立嘅短片，每一日咧都係一個唔同嘅主題，會用一個輕鬆傾偈嘅方式，結合翻塔羅牌，同大家拆解感情、家庭、人際、自我內耗呢啲我哋每一日都會遇到嘅煩惱。7日唔同嘅內容咧，都會循序漸進，由淺入深咁啦，幫助大家認清人世間嘅本質，一路啦拆解各種執念同埋情緒，再結合翻每日都會抽幾隻塔羅牌啦，幫大家直觀咁下反映翻你哋心底嘅一啲執着，同埋分享一啲實用嘅調整心態思路。今日第一集嘅主題想同大家分享娑婆世界。好多人咧聽落娑婆世界咧好似好遠咁，但係其實簡單嘅道理就係娑婆咧就代表住人世間就係一個充滿缺陷、落差、無奈、遺憾、求而不得、唔完美、唔圓滿嘅一個世界。我哋成日都覺得咧自己好似特別坎坷啦，點解其他人都好似順風順水咁，唯獨自己咧就遇唔到嗰個完美嘅緣分，自己嘅付出又冇回報。但係其實唔係命運針對緊你哋，只不過係我哋從來都唔願意接受一個真相。呢個世界本來就係唔會事事都係圓滿，有得必有失，有聚有散，有缺陷先至係一個常態。而點解我哋其實好多人都知道呢個道理，但係又永遠都離唔開呢啲內耗？根源就係因為貪、嗔、痴。貪啦，就好似隻女王牌咁，擁有一切豐盛、美好、溫柔嘅條件，但係唔知足，仍然不斷渴求外界嘅認可同埋認同，以為呢一切先至係幫助自己揾到自己價值嘅原因根源。嗔就隻惡魔牌咁，明知一啲嘢係好消耗嘅，好束縛住自己嘅，而呢一切咧都係自己帶俾自己嘅枷鎖，但係仍然唔願意放低呢啲束縛、呢啲枷鎖，而產生咗怨氣。痴又好似呢隻聖杯4嘅牌咁啦，執着住希望眼前目前手頭上嘅一切都要達到一個完美無瑕嘅一個狀態，而睇唔到外界都喺度遞緊一啲新嘅機會、新啲嘅善意、新嘅緣分，淨係執着住要控制住眼前嘅一切。講呢一切啦，從來都唔係叫大家你要遠離塵世、消極、避世，而係希望大家理解呢個世界本身就係咁樣，所以我哋要學識調整自己嘅心態，釋懷，向內看，好好珍惜當前當下，先活在當下，安於當下，節制，理解自己本身擁有嘅一切美好，減少過分嘅期待，理解本身自己就係本自具足，唔需要靠人哋嘅回報先至證明到自己係值得幸福，亦都要節制自己一啲過分嘅貪念。人之所以唔定，就係因為咧執着住腦海入邊好多好太過理想、夢幻、美好嘅劇本，睇唔到眼前已經存在嘅一啲溫柔、善意同埋機會。要知道啦，身處呢個充滿缺陷嘅環境入邊啦，你哋唔應該因為暫時唔符合期待啦，就要選擇匿埋雙眼，拒絕所有其他嘅美好。唔應該淨係一味等待一個所謂虛無嘅合適時機，應該學識有咩埋嚟就面對啲乜嘢，睇清楚一啲身邊已經屬於自己嘅善意、美好、緣分同埋機會，唔好俾心目中嘅呢啲虛幻妄想而蒙蔽咗自己嘅雙眼。其實由頭到尾束縛住自己嘅最大枷鎖，從來都唔係其他人，唔係命運，唔係呢個世界，係自己。因為我哋自己從來都唔願意鬆開手，解開枷鎖，解開束縛，導致自己不停進入內耗，重複嘅循環，都係嚟自唔甘心、唔捨得，搞到自己啦困於原地，困住雙腳。生出智慧，看透一切，所以之後啦就會令到呢啲束縛減少，痛苦減少，明白根源係嚟自自己嘅執念。但係其實呢個世界本身就係得失無常，所以呢啲執念其實都係來自自己。唔好執着住一啲唔屬於自己嘅人同事，唔好為咗自己冇辦法改變嘅事物而產生啲唔甘心同埋怨恨。祝願啦每一個啦仍然被困住嘅你哋啦，可以慢慢睇清楚自己內心嘅枷鎖，釋懷、放開、解開束縛，接納人世間本來嘅模樣，揾翻啦屬於自己內心嘅平靜。
接受人生本來就係唔完美，先係一切心安嘅開端。記得唔係叫大家盤劈，唔係叫大家放棄消極，而係先調整心態，接納返呢個世界嘅本質，我哋先至可以能夠減少內耗，用一個更加積極嘅心態去面對同埋接受，先享受過程，活好當下，安於當下。